一提起緬甸，可能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到嘅係幾年前鬧得沸沸揚揚嘅 KK 園區賣豬仔或者係電信詐騙。但係我想話俾你知，嗰啲被曝光出嚟嘅罪行，只不過係呢個國家巨大冰山嘅其中一角。真正嘅緬甸，佢背後隱藏住嘅駭人內幕，嚴重程度係你連想都未想象過。你試下想象一個世界，喺嗰度，一個醫生見到有人受傷倒地，佢係唔准去救人嘅，因為救人分分鐘會引來殺身之禍。喺嗰度，你想買一碗熱辣辣嘅白飯，難度竟然高過你喺街邊買一把真槍實彈嘅武器。喺嗰度，成個國家已經徹底淪為犯罪者嘅天堂。無論你犯咗幾大嘅罪，只要你有錢有槍，你就可以做皇帝。今日阿姐就同大家一針見血淡，揭開緬甸最深層、最令人不寒而慄嘅10大駭人內幕。我哋先嚟睇下呢個國家最荒謬嘅醫療現狀，亦都係最令人心碎嘅地方。自從2021年2月政變之後，緬甸嘅醫療系統基本上可以話係一夜之間徹底癱瘓。以前我哋成日覺得醫生護士係救死扶傷嘅白衣天使，無論世界幾亂，醫生都應該係中立同受保護嘅。但係喺緬甸，呢個常識被完全粉碎。當時大量嘅醫護人員為咗抗議軍政府嘅暴政，發起咗大規模嘅罷工同行工運動。軍政府為咗報復，開始瘋狂搜捕呢啲有良心嘅醫生同護士，結果變成點？任何留喺公立醫院嘅醫生都被逼要聽從軍方嘅命令。如果街上有被軍隊開槍打傷嘅平民送入嚟，軍方會直接下令唔准救治，甚至要醫生眼睜睜睇住佢哋流血流到死。有啲好心嘅醫生偷偷地喺自己屋企或者私底下開地下診所，幫呢啲受傷嘅市民手尾亂針。一旦被軍政府發現，呢啲醫生會立刻被冠上叛國罪，直接拉去坐監，甚至秘密處決。喺呢幾年入面，有成幾百名專業醫生被捕，無數醫療物資被充公。依家喺緬甸生病或者受傷，基本上就等於宣判咗死刑，因為根本冇醫生敢救你，亦都冇藥物可以醫你。這種對人性的徹底踐踏，令到整個國家的老百姓活在無盡的恐懼之中。除咗醫護人員被迫害，普通人最基本嘅生存需求嘢食都變成咗一種奢侈品。大家可能好難想象，緬甸明明係一個天然資源豐富，曾經係全亞洲最大稻米出口國之一嘅地方，點解今日會變成一個連飽飯都冇得食嘅饑荒之地？原因好簡單，因為長年累月嘅內戰，軍隊同地方武裝組織天天喺度打仗，無數嘅農田被炮火摧毀，或者被埋滿咗地雷，根本冇農夫敢落田耕種。更恐怖嘅係，軍政府為咗切斷地方反抗勢力嘅物資供應，實施咗極端嘅經濟封鎖，連帶普通平民嘅糧食運送通道都被切斷。依家喺緬甸好多戰亂地區，你想一碗乾淨嘅白飯或者一包方便麵，可能要行幾十公里，冒住隨時被流彈打死嘅風險，而且價錢已經被炒到天高，普通人根本負擔唔起。相反，如果你想棒武器，喺嗰度反而係易如反掌，因為成個國家都係戰區，軍隊、民兵、地方武裝、黑幫，個個手上都有大把軍火。黑市上面，只要你出得起幾百美金，甚至用少少毒品，你就可以輕易換到一把行貨嘅自動步槍，甚至係手榴彈。嘢食買唔到，槍就周街。喺呢個就係緬甸最諷刺、最悲哀嘅現實。當一個地方冇咗法律，嘢食又缺乏嘅時候，成個國家自然就演變成犯罪者嘅天堂。依家嘅緬甸已經唔係一個正常運作嘅政府，而係一個由無數個軍閥、黑社會、詐騙集團共同瓜分嘅大型犯罪溫床。點解會淡？因為軍政府治下嘅緬甸被國際社會全面制裁，國家經濟崩潰，銀行體系瓦解，正當商人生存唔到。軍政府為咗維持龐大嘅軍費去打內戰，唯有同各路黑惡勢力同流合污。佢哋將成個國家嘅邊境地區，好似妙瓦底、大其力、老街呢啲地方，直接割讓或者默許俾外國嘅黑幫集團去打理。呢啲黑幫喺嗰度興建咗無數個封閉式嘅工業園區，名義上係科技園或者娛樂城，實際上就係臭名遠播嘅電信詐騙基地同人口販賣大本營。喺呢啲地方，法律完全唔存在，黑幫老大就係法律。無論你在外國犯咗幾大嘅罪，只要你逃亡到緬甸呢啲三不管地帶，帶埋資金入股，你就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合法嘅大 boss， 享受軍隊嘅貼身保護。喺嗰度犯罪唔單止唔會被拉，反而係最賺錢、最受尊重嘅行業，簡直係將人類文明嘅道德底線踩喺腳底。講到人口販賣，呢個內幕更加係血淋淋。好多人以為被賣去緬甸嘅豬仔，淨係得嗰啲貪心上口、快錢、學歷低嘅人。其實呢個係極大嘅誤解。依家詐騙集團嘅手法已經進化到無孔不入。
佢哋會喺網上包裝成正規嘅跨國大公司，招聘高級翻譯、IT 程序員、海外銷售經理或者5星級酒店管理人員，開出幾千甚至上萬美金嘅月薪，仲包埋機票食宿。好多嚟自香港、台灣、馬來西亞甚至中國大陸嘅高學歷後生仔就淡樣落入圈套。當你滿心歡喜蛋踏上飛機，以為自己去泰國或者柬埔寨開展新事業嘅時候，一落機就會被送上價密幣嘅客貨車，一路狂飆越過邊境，直接送入緬甸嘅封閉園區。一入到去，你嘅護照會立刻被沒收，迎接你嘅係高聳嘅圍牆、通電嘅鐵絲網同埋手持 AK-47步槍嘅保安。你嘅工作就係每日被逼工作18個鐘，喺網上假扮有錢人去呃人。如果你業績唔達標，或者表現出絲毫嘅反抗意圖，等待你嘅就係無情嘅毒打，用電擊棒電到昏迷，關入黑房，甚至被吊起身打到骨折。最可怕嘅係，當你冇晒利用價值嘅時候，你唔會被放走，而係會被好似貨物擔轉賣去另一個更加殘酷嘅園區，榨乾你身上最後一滴血汗。而在這一切黑暗背後，最令人髮指嘅就係器官販賣嘅產業鏈。呢個亦都係緬甸園區入面最深不可測嘅地下秘密。喺呢啲三不管嘅地方，人命係有明確價錢嘅。當一個被騙入去嘅人因為多次逃跑、業績太差，或者身體已經被折磨到做唔到嘢嘅時候，佢哋就會被列入所謂嘅終極名單。詐騙集團會同國際黑市器官走私組織合作，對呢啲人進行秘密嘅抽血同組織配型。一旦世界上某個地方有錢嘅買家需要換肝、換腎或者換眼角膜，而配型又咁啱吻合嘅話，呢個人嘅生命就走到了盡頭。佢哋會被帶到一些偽裝成診所嘅秘密據點，或者直接喺邊境嘅黑市船隻上面，喺完全沒有人道尊嚴嘅情況下，被活生生摘取器官。手術完之後，遺體會被直接拋入荒山野嶺，或者一把火燒掉，化為灰燼，等於喺這個世界上徹底人間蒸發。你嘅屋企人可能一生一世都在等緊你返去，但佢哋永遠都唔會知道你已經變成咗黑市名單上嘅一串數字，同有錢人身體入面嘅一部分。這種泯滅人性嘅罪行，每天都在那片土地上真實發生，令人毛骨悚然。更令人感到絕望嘅內幕係，呢啲犯罪活動背後其實有住龐大嘅官方保護傘。好多人會問，既然呢啲園區咁猖獗，點解緬甸政府唔去查封佢哋？點解當地軍警唔去拉人？答案係因為佢哋本身就是利益共同體。緬甸嘅地方武裝力量同軍政府嘅各級官員早就被黑幫集團用天文數字嘅賄款餵飽咗。一個大型嘅詐騙園區每個月賺取嘅利潤可能高達幾億美金。呢啲錢有相當大嘅一部分會以保護費、稅收或者幹股嘅形式直接流向當地掌控軍權嘅將領。軍隊為園區提供重型武器保護，防止外敵入侵，甚至幫手看管企圖逃跑嘅豬仔。有時候，當外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緬甸配合執法嘅時候，當地嘅官員就會做一場大龍鳳，提前通知園區搬遷，或者交出幾個微不足道嘅替死鬼出嚟交差，背後大老闆依然逍遙法外。喺呢種官匪一家、兵賊難分嘅結構下，法律已經變成咗一張廢紙，權力同金錢先係唯一嘅真理。這亦都係點解緬甸嘅黑暗面能夠持續擴大、永無止境嘅根本原因。除咗高科技嘅電信詐騙，緬甸傳統嘅毒品問題喺呢幾年更加係死灰復燃，甚至達到咗歷史上最瘋狂嘅高峰。大家聽過金三角呢個名，都知道嗰度以前係產鴉片、海洛因嘅地方，但係依家嘅金三角緬甸區域已經全面升級，做全球最大嘅新型合成毒品製造中心。以前種罌粟仲要睇天氣、睇季節。依家啲毒販直接喺大型嘅地下化學工廠大量進口化學原料，日以繼夜地瘋狂生產冰毒、搖頭丸同新型嘅麻醉藥物。因為內戰導致經濟崩潰，好多普通平民為咗生存，不得不去幫毒販打工，甚至連幾歲嘅小朋友都要幫手包裝毒品。呢啲大量生產嘅毒品通過四通八達嘅地下走私網絡，源源不斷地銷往泰國、馬來西亞、香港、日本甚至歐美地區。毒品帶來嘅暴利，又反過來變成咗地方武裝購買先進軍火嘅資金，形成咗一個永無休止嘅惡性循環。成個國家嘅命脈已經同呢啲毒辣嘅化學粉末緊緊綁喺一齊，無法分割。而在這種環境下成長嘅下一代，命運更是悲慘。緬甸依家面對住一個極度嚴重嘅危機，就係娃娃兵嘅泛濫。因為長年內戰，各個地方武裝組織同軍政府都需要大量嘅兵員去填補戰損。當成年人打到死得咁上下嘅時候，佢哋就將魔爪伸向年幼嘅細路，
喺好多偏遠嘅村落，武裝分子會直接入村搶人，強行帶走10幾歲甚至得幾歲嘅男仔。呢啲細路仔被帶到軍營入面，接受殘酷嘅軍事訓練，每天洗腦，教佢哋點樣用槍，點樣殺人。佢哋甚至會給細路仔食毒品，用藥物去控制佢哋嘅神經，令到佢哋失去恐懼感，喺戰場上變成不知痛楚、盲目衝鋒嘅殺人機器。一個本來應該喺學校讀書、享受童年嘅細路，喺緬甸嘅戰火下，雙手被迫染滿鮮血，心靈受到無法逆轉嘅摧殘。呢啲娃娃兵即使有幸喺戰場上生存落嚟，佢哋嘅價值觀已經完全扭曲，長大之後唯有繼續依賴暴力生存，這令到緬甸嘅未來徹底失去了希望。與此同時，緬甸嘅女性亦都承受住難以想象嘅苦難，其中最駭人嘅內幕之一，就係被跨國強迫婚姻同生育產業鏈，因為戰亂同經濟崩潰，無數家庭連食飯都成問題。有啲不法之徒同跨國媒人婆就會利用呢種絕境去偏遠村落欺騙啲年輕女仔，話介紹佢哋去外國打工或者嫁去有錢人家享福。結果呢，呢啲女仔好多一過邊境就被以幾萬蚊人民幣嘅價錢賣俾一啲偏遠山區嘅單身漢做阿嫂。喺嗰度佢哋會被沒收證件，被鎖喺房入面，淪為生育工具。如果佢哋反抗或者企圖逃跑，就會遭到夫家嘅殘酷虐待。更慘嘅係，依家甚至發展出專門嘅地下代孕黑市，將緬甸女性集體關喺一些秘密嘅住宅入面，強迫佢哋係啖生仔。生完之後 BB 會被賣走，而呢啲媽媽連1分錢都攞唔到，他們的尊嚴同身體喺這場金錢遊戲入面被剝削得蕩然無存，成為了這場地獄般戰亂中最沉默嘅犧牲品。最後，我想同大家講講緬甸最深層嘅悲劇，就係國際社會嘅集體無能為力。好多人睇到呢度會問，點解聯合國唔出兵？點解國際法庭唔去制裁佢哋？事實上，國際社會對緬甸進行咗無數次嘅譴責同經濟制裁，但係呢啲手段對那些厚顏無恥嘅軍閥嚟講，根本毫無殺傷力。因為緬甸擁有極其重要嘅地緣政治位置，佢接壤多個大國，擁有豐富嘅天然氣、玉石同礦產資源。有啲大國為了自身嘅利益同戰略佈局，喺背後暗中提供政治庇護同經濟支持，令到聯合國嘅實質制裁每次都無疾而終。國際社會嘅冷漠同無能，等於同流合污，任由呢片土地繼續沉淪。今日嘅緬甸已經變成了一個被世界遺忘嘅孤島，喺嗰度和平係一種奢望，正義係一種童話，而老百姓嘅生命輕浮得好似路邊嘅塵埃。睇完呢個國家嘅10大駭人內幕，我哋除咗感到震驚同憤怒之外，更多嘅應該係一種深深嘅無力感同反思。我哋生存在一個相對和平、有法治嘅社會，平日可能成日埋怨生活有好多不如意，但對比埋緬甸那些每天喺生死邊緣掙扎，連最基本尊嚴都冇嘅人嚟講，我哋擁有嘅一切其實已經係極大嘅幸福。緬甸嘅悲劇話俾我哋知，人類文明建立起來嘅道德同法律其實非常脆弱。一旦失去咗制度嘅約束，人性嘅貪婪同殘暴可以去到幾咁恐怖嘅地步。希望今日呢條影片可以令更多人關注呢個正在流血嘅地方，唔好等呢種黑暗繼續蔓延。如果你都覺得呢啲真相需要被更多人看見，請記得幫我點讚、分享出去。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